記憶係病毒，時間係疫苗。痛苦嘅事記住係冇意義，要向前行就要放低一啲嘢。我係林禮圖，飾演凱撒。我覺得凱撒呢，佢就唔似得其他嘅成員咁樣啦。佢對於前途啊同埋現況呢係毫無懸念啊！我自己去分析呢個角色嘅時候，就會諗到會唔會有咩嘢令到凱撒去做到一個咁狠嘅決定呢？通過劇本呢，就呈現咗一個眾生相俾大家睇到，俾我哋去諗呢一個嘅世界面對大災難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點樣嘅抉擇？其實戰爭啦同埋災難可以係近在咫尺，距離我哋可以係好近。期望大家咧可以嚟到現場去感受一下呢個故事。